现在洗衣球就是要挑着一种又多又山崩的台面，看起来就比较容易出。而且上一个台主好像也有把下面的斜坡做好了，上面这一个拨看看会不会直接出。哎呦，差一点点卡到了它的盖子。现在洗衣球基本上都做防御很高了，那轻轻的捏到盖子都飞到外太空去，所以并不是那么的好打，都要很小心谨慎的操作。好，上面这个紫色再拨看看，如果不动的话，我看要正面对决滑板那一个紫色的，让它撞下来，有没有？有，晒掉，真是剧情意料之内。好，接下来正门的这一颗，下面这一颗洗衣球，哎呦，滑掉，抓起来的话，估计也是跟上一颗一样，要弹到同样的位置。哎呦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有没有要跟我回家？没有，我就要收手了。来，有细细的压啊，晒了，晒掉。好，2盒就好了。现在洗衣球真的不好打，这个运气啊。